喂，自拍。啊！呢度冇乜好搞，慢慢影啊。牛魔王。嗱，俾人摸得多嘅地方先會立立令㗎，好似隻腳咁，摸得多先會立立令。牛魔王咧，呢度火焰山。記住，俾人摸得多嘅地方先會立立令。好吧。别跑，别跑，10块钱给毛驴吃上了，我给毛驴值钱了，我说。给毛驴喝着，毛驴值钱了。呢度係走返落去嘅地方，個圓圈係馬騮精喺前邊，仲要圍住條繩嘅麻鬼煩。好。準備1、2、3，好似真係冇咩好搞嘅，要影嘅都影咗啦嚇，片又拍晒啦，應該係時候去鼠去廁所。BB 車，有個 BB 車經過，叮叮叮叮。BB 車，走返去揾廁所先，要影嘅都影晒。走啊！溫柔紀念環號。
跟住就係去沙漠。而家4點37分，不過而家我哋應該翻東邊唔少嘅，應該嗰個天黑個時間就會早翻啲，早到幾多我就唔確定啦。哦，呢度有。呢度嚟翻呢度買嘢嘅地方。蜂蜜妙用小偏方。已經出咗嚟啦，走人時候到。架車應該曬到熱過熱狗啊，熱過 hot dog。我哋早咗10分鐘出咗嚟添，係50分嘅應該係，但係實在好似冇乜好搞作呢度，所以就數咗出嚟啦。我諗多數啲人應該喺度等緊我去廁所啩。